嘉义市的兴安国小伫咧休寒时阵举办连续5天的台语营队，这营队内面课程是真趣味，透过哪算哪学习的方式，增加对台语的使用。喙齿音有4个之、吃、思、日。老师教国小的囡仔来学习台语的罗马拼音，甲音标甲思维透过送的方式来加强囡仔的印象。上课学生讲，这甲一般的上课无同，感觉真好耍。为3年啊，拢一直是咧学罗马拼音，你也毋为种啊，就基础甲因拍好。所以我这营队时，我就设计用这个方式，就是逐工拢互因耍一个游戏嘛，学一个游戏，啊，就透过这个罗马拼音来互因搁较捌。足趣味的，因为因当看电视啊，耍游戏。嘉义市的兴安国小伫休寒这段时间举办台语的营队活动，除了教罗马拼音，老师嘛，互因透过文章的朗读来练习发音。学校表示，营队的课程用趣味的内容，希望要鼓励囡仔来学台语。家里长辈都讲闽南语，我听不太懂，我就想要学闽南语，比较好跟他们聊天。囡仔听到台语就感觉讲，这可能要上课吼，较严肃。所以我嘛是希望讲，这个营队办好趣味，即马囡仔吼，一个团一个，后届参加的人就愈来愈多。上课的老师讲，国小的囡仔是语言学习上好的时期，台语的罗马拼音对未来台文的学习有真大的帮助，所以才希望透过送的方式，互因伫过程当中，唔但增加印象，嘛培养使用的惯习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